為大家報道一單意外新聞啊！大埔寨劇一棟裝修緊嘅村屋發生咗一單致命嘅意外。64歲嘅泥水工前日懷疑用呢個割磨機嘅期間割傷咗大腿，自行報警，但係被發現嘅時候已經昏迷，送院搶救不治。事主個仔就話事主當時獨自開工，自行報警就無法講清楚自己嘅傷勢同埋身處位置，有延誤救治嘅可能性。認為如果當時有工友在旁，或者可以協助事主止血報警，甚至帶救護員入村，結果可能唔同。家屬亦都質疑老細安排事主獨自開工係咪一個合理，要求有關部門調查。事發就喺今個禮拜7月6號嘅下晝2點鐘左右，警方接報一名男子報案，就喺大埔寨劇一個村屋做嘢期間不適，救護人員隨後到場就揾到呢名64歲姓黃嘅男事主，佢腳部受傷，當時已經昏迷啦，送往大埔那打素醫院，最終證實死亡。警方初步調查認為事主使用呢個割磨機嘅時候就割傷咗大腿，案件就列作工業意外，死因要等待驗屍確定。據悉事主當時係做緊呢個泥水批盪工程，佢嘅傷口有成10厘米10 cm 咁長。姓鍾嘅村長就話呢個涉事嘅村屋由一間發展商興建嘅。咁明報記者喺琴日星期二亦都去現場所見，地盤嘅2樓泥堆同埋樓梯位插上咗多支香燭，屋內亦都掛有工人衣物同埋工具等。事主個長子黃生表示當日下晝4點半就接獲警方嘅來電，叫佢快啲去大埔醫院應該係講緊係那打素醫院啦，急症室見佢爸爸。佢引述警方話佢爸爸早前報警就係話自己頭暈不適，佢估計佢爸爸即係事主當時用割磨機切傷咗大腿大髀嘅大動脈，失血過多頭暈，所以冇能力同救護員講得清楚情況，有可能連大量流血都講唔到，直到救護員抵達村屋嘅2樓先發現事主個情況係咁嚴重，加上涉事嘅村屋係未落成，連個地址都冇啊，加上呢個村屋叫做寨劇其實我都唔知邊度嚟嘅，咁位置偏遠，其實個劇字係月字做個田字嗰個讀劇我而家跟明報先讀，咁所以事主個仔認為有可能係咁樣都一個延誤救治嘅。佢個仔認為目前最重要係調查佢爸爸點解一個人喺村屋做嘢係咪一個合理，佢就咁講嘅。我作為阿仔一定要追究，又咁講，退一萬步，即使係佢爸爸操作機械失當但係如果當時有工友喺旁邊可以協助急救報警，為救護員帶路，結果可能唔一樣。佢又話事主做咗裝修工程40年㗎啦，對工作情況對即係爸爸嘅工作情況就唔係好了解。意外後佢爸爸嘅僱主亦都曾經到醫院話會協助家屬同埋承擔呢個殮葬費用，但係冇提及工程嘅詳情同埋公司嘅名。佢即係亦都引述老闆話已經通報勞工處，但係到琴日星期二勞工處仍未聯絡家屬。咁我回想翻意外後情況佢個仔仍然歷歷在目。佢話去到醫院嘅時候佢話醫生話幫阿爸輸咗6至7包血到啦，但係脈搏心跳都係冇起色。醫生亦都話佢爸爸由受傷到送院期間已經隔咗一段時間，可能個腦已經係腦幹死亡噶啦，叫家屬要有心理準備。咁佢爸爸就好不幸喺同日嘅傍晚就不治噶啦。咁事主就同太太同埋一對子女同住。長子即係阿仔就形容家人感情好，面對爸爸突然離世連一句遺言都冇講，母親就仲未接受到。佢話層樓就供完噶啦。兩兄妹已經投身社會，但係爸爸60歲仍然開工，係為退休之後可以同阿媽過啲更好嘅生活。咁阿仔話家中嘅經濟仲可以嘅，最緊要係追究責任，徹查究竟爸爸係獨自開工係咪一個合理？若果有人做錯一定要受罰。
為佢爸爸討回公道。咁啊，呢個牽涉咧就兩樣嘢嘅，一個就叫工傷啦，工傷就因公死亡啦，即係佢種做嘢啊嘛。咁所以嚟講咧，佢話即係嗰度話僱主話會賠翻殮葬費咧，基本咧啲勞工法例都需要佢執行呢樣嘢嘅。咁啊，至於嚟講追究責任就牽涉可能有一個疏忽嘅成分啦，呢啲又交翻俾佢諮詢專業嘅律師啦。咁嚟講就始終嚟講就當然有多個工友照應就好啲啦，係咯，就係咁講。